好，咱要先来看的是花莲地动到今已经是第3天，天龙星大楼即马已经完成刑事鉴定，对今仔日开始就要来拆除，预计是需要2礼拜的时间。也毋过呢，即马是受灾户希望讲会当甲一寡物件先甲摕出来。天龙星附近的这饭店也烦恼讲，这拆除恐惊会影响到厝边，所以县府是表示讲会甲周围防护做好势。大港个甲玻璃揭开，顶后第3天，起起的天龙市大楼内部总算看会到。2支 HC 钢梁固定基础了后，地当来拆除。毋过伫个施工前1分钟，大楼的徛户也是希望会当转去厝内。你看，都倒掉啊！哎呦，看我要安怎啦？悲伤真情要转去，毋过为着安全也是防拒绝。边仔的丽祥饭店嘛真苦恼，着惊伫个大楼施工当中起去，牵着家己的饭店，希望防护会当做较济。等天王星大楼这边整个都拆除结束之后，那也确定说我们都可以再进去饭店。官府表示，饭店的要求恐惊会限缩着施工的环境，会提醒着施工单位较细腻的，嘛会看状况来增加着周边建物的防护。开始拆除也会这个配合检察官的部分，在哪里必须要截断，要把这个建筑物把它抽出来做样本。我想这个都会配合检察官。官府强调，所有作业拢要以安全为优先，预计2礼拜内底，甲天虹市大楼拆了。这个地动花莲县吉安乡的山海关大楼嘛严重变形，徛户拢撤离。这是伫个特搜人员的协助之下，互因转去厝内摕物件。记者王柳婷、陈显坤、温家凯，花莲报道。